公司第2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认知。南投6个的清水药局今仔互人抢劫佮放火，值班的经理防不着伤，嫌犯已经抓到，讲是投资失败才会发案的。今仔日是旧历的12月16日，民众甲土地公拜买的日子，唔若爱食挂包，伫中华会大文德宫要收兵甲寄予仪式。美国阿拉巴马州2个执行全世界头一个淡期死刑，也因为这款死刑无试验过，才有可能真大的痛苦，引起外界批评。今早起10点外，这涉案的嫌犯行刀入去南投6个的清水邮局抢劫佮放火，一名当咧值班姓刘的经理也防不着伤。警方随调监视器含车牌辨识系统，伫立月潭附近掠到人。但係这嫌犯表示讲，是因为伊投资失败，才会锁定只有一个人的邮局犯案。警方也以强盗和放火罪嫌移送法办。真侪警察也曾包围这台黑色的轿车，确认车顶开车人的身份就是犯下南投6个清水邮局抢案死案的嫌犯。邮局的火你放来对无？无唔对。警方伫南投立月潭的环潭公路，将嫌犯抓到，随即送往警察局来侦问。时间等来到早时10点左右，南投6个的清水邮局，和这个死亡的嫌犯走入去，唔那甲当时正伫值班的姓刘的经理抬着伤，也破唔知什么物件放火引发火灾。雄雄那足大，局长足大声，就是出来喊救人，就是说，就讲做杀人啦、抢劫啦，我想奇怪，那杀人抢劫。消防局伫接到报案了后，赶紧去拍火，也那这姓刘的经理送病院了后，伫头壳甲司机拢有受伤，刚才是无性命危险。应该是被刀子所伤，那有一个比较大的伤口，大概2公分多。那左边的肩膀的肌肉也有拉伤。这清水邮局所在较偏僻，不过边仔的社区活动中心真侪老大人当场看到该翕来，歹徒当时驶一台黑色轿车逃走，无看这车牌。犯案离开现场了后，又佮车牌挂上去。警方除了靠看到村民的讲法，也调看沿途的监视器，用车牌辨识系统掠到这个72处死案的嫌犯。坦承疑似因为投资失利，然后铤而走险，涉嫌犯案。犯案的过程中，因为被害人挣脱，那没有得逞相关的一个财物。这间邮局伫2018年也发生抢劫，警方研判嫌犯敢看到只有一个人值班，而且无保全，才因此下手。初步了解无财物损失，因来嫌犯也方依照强盗甲放火罪嫌移送法办。警方未来也对这款偏远的邮局加强巡逻，机动安排人力，加强防范抢案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刑警大队抓到一个假影调解说甲人骗入几入间厝的一个诈欺案，有一名10年前因为诈欺防通缉姓翁的主嫌，桃园过程继续伫咧骗，甲人摕到这身份证、影印本、规则商业本票、借钱契约等等，含伊的共犯做伙骗。一个人假做是被害人，另外一个假做是借款人去申请调解，用厝甲土地抵押当作是和解条件，则摕这调解书去地政事务所，甲被害人的厝甲土地全部过户，目前初步了解有6个人损失因的土地。警察装作外省员含工人，但姓翁的嫌犯一出现就随过去甲围起来。姓翁的嫌犯民国102年就因为诈欺，互湘北的地检署发布通知，无想到伫10年外，桃园决定伊竟然阁找其他共犯继续骗，初步清查已经有6个人受害，不法所得有几千万。这个诈骗集团是以赠送优惠券为由，向被害人榨取国民身份证影本以后，之后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底下，伪造被害人的商业本票
借据等等。这样的嫌犯去通被害人的商业本票、借款契约这资料了后，会找共犯。继续是被害人和借款人今仔有在无纠纷到调解委员会。伫调解时阵，双方是今仔讲好用厝地来赌债，结果提协定的调解师去地检事务所，甲被害人名下的房地过户提去抵押借款。诈欺通缉依法逮捕你这样的主嫌躯伫涂骹，警方接到通报了后，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搜证，抓到涉案的主嫌，而且躯提共犯到案。地检署讲，调解署有法律的效力，应该加强地区调解委员会的身份查验。为什么他不需要印鉴证明、印鉴章，还有权状，他就可以过户呢？因为他利用了和解调解笔录、视同判决书，而且用这个和解笔录不需要提供印鉴证明。这个全部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在调解的时候确认身份的时候没有确认好。规道的调解书和假的印鉴都是用来犯案的工具。警方甲嫌犯名下的不动产扣押，佮找到假的被害人商业本票，面额加起来有上亿。专案的只有涉嫌加重诈欺、伪造有价证券和伪造文书这罪嫌。以上代表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对翁仔某因做毒品也卖毒品，赚400万，互警方查到的时阵，伫因兜的徛家，搁再抄到9200万的现金。除了这犯罪所得爱不收以外，法院搁再用新制规定扩大不收。这个查某嫌犯伊着不服啊，声称失欠，主张侵害财产权、禁止翻头追究的原则。不过宪法法庭今仔日判决下线。买真济感冒药啊，毋是破病爱食药啊。高雄一个4季的查某人甲翁婿甲这药啊提炼成做2级的毒品4价杯，互判刑定案，不收犯罪所得400万以外，所内底互超出的9000多万的不平的现金，用依照新制扩大个不收。互4季的查某人申请宪法解释，主张警方查到当时刑法也未实施，袂使溯及既往，这样未到扩大2级不收的新制更加侵害财产权在保障。不过宪法法庭2日判决。合乎宪法，于该条规定施行后仍继续存在，故牺牲规定2属不真正溯及既往之法规范，并未违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毒贩牵涉制造贩卖，毋拿犯罪所得归国库，新制更加明定，若是行为人其他的财物，也是用其他违法的行为处置，就算甲涉案的情节无关系，依然扩大解没收。宪法法庭指出，新制追求公共的利益，采取的手段甲目的有合理的关联性、符合比例原则，更加有导致财产特殊效果，而且将制度无算刑法的范围，无牵涉罪刑法定、无罪推定这原则。概然性的权衡判断，到底它的证明程度要到什么情况才达到这个门槛？司法法庭认为这个部分确实欠缺明确的标准。司法法庭强调，绝对不能以这个财产来源不明，被告又说不清楚，就认定这个就是违法行为所得。还是觉得很遗憾，他也没有说赋予立法机关说要去定期的修改，未来在处理个案上面也不会受到拘束啦。假期无排除，法院敢若以行为人无法度交代来源了后，就直接扩大不收。所以讲，宪法法庭也列出随项的指标，按法院认定，犯罪所得以外财物必须要有真悬的可能性，甲其他违法的行为有关系。不过，这个申请人的律师就质疑讲，无经过修法，个审级判院未必然的执行。记者综合报道。对于航空技师准备要罢工，也有过2个警戒时段，一个是旧历过年期间，另外一个是清明连假前后。旅游业者表示讲，一般旅客要退机票，也是爱手续费。另外，对旅行团坐中央航空的旅客，因为也未正式罢工，所以目前团费是无多退。交通部预告讲，若是这中央技师伫咧过年期间罢工，逐工会影响到1.5万人次的旅客。交通部虽然协助双方继续沟通，但是劳资双方态度大正硬，若要有共识，可能会较辛苦。受到技术想要罢工的影响，透早中央航空票务柜台就有旅客来改票。本来过年后才要飞美国，烦恼拄到罢工，决定提早出发。我就是来改票的，就是想说安全嘛，不要到时候在那边一直等7上8下的。对普遍一般旅客来讲，都会担心这个问题。顾虑是因为他们家时段比较好，对，所以还是没有办法。交通部以中央航班数比对投票赞成罢工技术人数推算，每组罢工发生伫春节期间，逐工差不多有15000个旅客会受影响。交通部持续协助劳资沟通，希望莫行到罢工这一步。不过目前为止也未看到双方的共识有意外。技师工会他们是希望20%哈。
这个部分现在很难达到共识。的确，在这次的劳资双方的态度都比较强硬哈，所以的确在这个沟通。想要达成共识的这个过程比较辛苦。旅游业者表示，依照中央航空规范，线客退票爱收手续费，除非罢工开始受影响的航班，才会当专业退费，也是免费改票。另外，若是使用中央航班的团客，也因为目前也唔知影敢会受影响，无法度退钱。若是到时阵因为罢工的影响，机票会当全退，团费爱扣除必要的规费了后还钱。飞不出去的话，第14条我们就以那个。收取行政规费跟一些必要的费用，可能是住宿的费用、餐食、交通，然后机票是全额退费。如果是像滞留在外站的话，我们就妥善在外站先安排好住宿，然后尽量做回程的处理。这样子的一个预告，等于是没预告一样。因为它的预告的时间相当长，这样的还是呢，让这个消费者呢和旅客呢，是真的很难去做一个因应的措施啊。对于消基会甲旅行工会拢呼吁政府应该立法规范罢工期预告。劳动部长柯明春回应，台湾罢工规范比国外严，若做国家预告期，安尼对劳工争议权的行使构成伤害。呼吁中营劳资各退一步，针对争议点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公告上届新的这个病院内面的3班护病比，3月开始要来施行。那以医学中心做例，过去一天平均的护病比是1:9，即马这时的班改做是1:6。不过卫福部也讲，照目前上届新的标准落去算，还佫欠7500名的护理人员。新制度施行了后，看执行状况再来做调整。但是民间团体是认为讲，这区域病院的这个护病比例也是真悬，恐惊无法度阻挡人员的流失。疫情了后，一堆护理人员拢是头路，互第一线护理人员的负担是愈来愈重。卫福部公告新的规定，调整各层级病院3班护病比的标准，其中医学中心是病班1:6，小夜1:9，大夜是1:11；区域病院病班1:7，小夜1:11，大夜是1:13。新制度3月7日开始实施，而且会免40亿块夜勤。以这个3班护病比下去的话，事实上是医学中心缺口会是最大，尤其是在小夜、大夜班的人力的缺口会是最大，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各个不同层级的医院，其实它在上夜班的难度就是不太一样，繁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赞成说不同层级的医院的话，那它的那个夜班的奖励是要划一的。卫福部讲，新制度会先用鼓励的方式，互到目标的病院得到奖励。论夜勤的人，平均每个月会当领6000外到2万外的奖金。对1月开始发，不过若是用这新制度来推广，护理人员嘛是欠7500个人。民间团体认为，区域病院的护病比标准嘛是偏悬，会造成地区病院比起来奖励较低，工课数较济，人才可能留去医学中心，可能会恶化现在医疗资源不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此，医改会要呼吁政府，那除了加速提升评鉴的鉴别度以外，其实也要依据不同的层级的院所来配适妥适的资源。如果我们观测起来，就是说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新的护病比是非常困难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就应该要在这个入法的时程上，可能要有所一个考虑。医界认为讲，若是后壁实际执行发现大部分的医疗院所拢无法度到目标，嘛是要等来到人才回流含留人的问题。另外，针对卫福部编预算来奖励夜勤的护理人员，医界嘛建议讲，应该去奖励每一种班的护理人员较公平。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今仔日伫咧北中南进行巡安路检，北区市区高3英捷运的工地，发现违反9项局部停工误打。那中区市区到中量港铁查出3项缺失，也要求局部停工。南部的部分是锁定一个石化工厂，伫咧东联化学公司发现到12项缺失。劳动部长柯明春伫新北市劳工局长等官员陪伴，到3英捷运线的工地进行联合检查。一家人经过铁轨路，最后来到抑阁伫咧施工中的现况中心，一个8层楼就发现地面有物件。地上有那种对有凸起物，这个就不行。好，这个凸出来它应该有一些覆盖或者再阁看到边仔的电梯工地虽然有隔板，阁用中文、泰文写禁止挖进，也是互官员发现内底有施工计，不过无安全网。在
电梯井里面施作了的人，他的安全防护是有点缺点，所以我们会建议请这个劳公司后续做进一步改善。劳动部处长柯传成甲台中市副秘书长张大春是带队检查中钢的子公司中量钢铁到连体厂2号关路作业区，现场拢总发现固定式千斤秤、作业平台无设护栏，拢总有3项违反公安的缺失，当场罚钱，要求局部停工。这个裁罚不是目的啦，外包员工加起来也有2800多名，所以安全绝对不能打折哈！所有的任何的小缺失，我们都要予以立刻的改善。我们一定会努力改善，让我们的作业同仁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作业。南部场是由劳动部甲高雄市政府联合去林园的石化工厂，到这位放危险性物质的所在，路检员甲官员虽发现标示无清楚。也建议这个部分还是要把它做明确的区隔。石化工厂复杂的工线正在制停，不过路检员雷达同款的眼力，也是看到防爆开关检查的螺丝，必须爱罚钱。这个螺丝已经脱落，所以它的环保功能会比较会折损下来。这届联合检查第3英捷运工地，拢总发现违反9项，局部停工5位；第中联钢铁，拢总发现违反3项，局部停工1位。东联公司有违反12项。劳动部表示，违反劳基法的部分会罚2万至100万的罚款；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的部分，每一项上限会当罚到30万。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有8个消防员涉嫌甲民众的个人资料卖予民众业者，赚一寡所费。被控了后，检方去搜查约谈，其中2人声压6个交保。新北消防局表示，讲涉案这8个人已经调职，未来会加强治安保密。有没有什么话想说吗？被约谈的消防人员今日去新北地检署拢无讲话。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2大队涉案的8位消防员，分别伫咧无同的分队。因涉嫌自2021年开始收钱、加卡119报案的个案地址，一个人名顶资料，涉漏予民众业者抢行李。业者若接到行李，就会予消防员每一件5000到15000的现金。新北地检署指挥廉政署25分做10路到新北市消防局第2大队搜查。查考手机一个相关的登记簿并且约谈4张4单等8位涉案的消防员到案。透明精神。有关本局同仁疑似泄露个资案，相关同仁已召开考绩委员会，予以调离现职，静候调查。本大队秉持不枉勿纵原则，依法办理。新北市消防局发声明表示，已经开考绩委员会，将涉案的人员调离现职，但行政责任定结果出来了，才予议处。另外，也要强化救护资讯系统的治安保密措施，防止案件资讯外漏。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有一间饲鸭场、一间饲土鸡场，逼出 H5N1 禽流感，总共杀掉837只鸭，4900多只土鸡啊。云林县连续3礼拜拢通报禽流感，业者就需要加强消毒甲保温，避免感染。在鸡场内装加温设备，加鸡条的温度透过温控系统，会当维持伫24度左右。最近寒流一波刷一波到，云林北港有养鸡业者烦恼温差上大，会造成鸡仔感冒染疫，加强防寒措施。寒人迄鸡仔就较会感冒。咱人感冒。你若像寒人的时阵咱就会加伊加温，互伊保持温差卖反时。养鸡业者会烦恼，毋是无原因，因为最近温度降低，伫云林县已经连续3礼拜出现禽场确诊通报，25伫元种乡都有2场，分别台北837只，土鸡4900多只。禽流感疫情原来有渐渐升温的现象。来的较以往年严峻，在云林县内，在1月份至今，我们已经发生4个场次。主要是在去年第4季，我们在台湾的沿海的候鸟的排蚁就已经监测到相同于日韩高病原性禽流感的病毒株。
防疫所表示，最近连续刷3礼拜，婚姻馆内拢有通报案例，已经要求相关单位召开防疫整备会议，针对演庆场发放消毒药剂，加强场内外清洁消毒，降低环境中的病毒数。若做饮食业者有发现家禽无正常死亡，一定要按停止通报处理，避免疫情扩大。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咧是旧历的12月16，也就是这信徒甲土地公伯啊做买嘅日子，各地头的土地公庙拢闹热滚滚。全台湾唯一有地乌西墓的土地公，也就是中华会团文德宫，用远遵照传统举办收兵，也有祈福谢平安的活动，答谢土地公伯啊纪念的照顾。庙顶前闹彩彩，今仔日是买鸡，土地公庙为招信众来参拜。中华会团文德宫服侍全台湾唯一一位地乌西墓的福德老爷。庙方今年依照传统举办买鸡谢平安活动，冒传平安仪，互民众享用。今仔日算买鸡，买鸡就是阿伯的生日，要互大家食健康的平安仪。今天拜拜的拄好带小朋友来家食平安圆报平安。哦，阮拜足多年的哦，系啊，足多年头家买鸡，阮拢有来拜啊。人讲参头参尾土地公，台湾民间习俗会伫旧历初二16做鸡拜土地公，其中2月初2头家，12月16尾鸡会特别盛大祭拜。庙方表示，尾鸡甲头家较无共的所在是会有收兵仪式。阮就是咧恪守即个咱五爷平妹安尼吼，啊，阮搁演即个歌戏。那个办仙，感谢咱这土地公伯啊，保庇咱的去年一年多来底平安啊，修行真好安尼。中华会团文德宫伫1688年创立，到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庙方阁保留全台湾唯一的元宵迎顶拜活动，经过祭祀庆典，也为买鸡一路闹热到元宵节。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美国的阿拉巴马州自古执行全世界头一个氮气死刑，把犯着杀人罪死刑犯史密斯，该灌氮气半点钟了后就来过往。不过，这款的方式无经过测试，可能会造成真大痛苦，受到外界批评。联合国也把呼吁美国唔通安尼生做。美国阿拉巴马州离国执行全球头一个氮气死刑，伫1988年放枪杀害一名女性的死刑犯史密斯，已经伫当地时间暗时8点15分放处刑。对此，受害者家属讲，正义将有实现咯。Kenneth Smith made some bad decisions 35 years ago, and his debt was paid tonight. 阿拉巴马州本来伫2022年就要对史密斯来执行注射死刑，却是因为找无适合的注射点，最后是暂停行刑。史密斯是伫交代遗言了后，伫厝内底人甲媒体面前行完最后人生。He appeared conscious for several minutes into the execution. For about 2 minutes following that, Kenneth Smith shook and writhed for about 2 minutes on a gurney. 史密斯的律师一直到最后时阵，也伫向法院申请暂停行刑，却是遭到拒绝。尽管行刑是经过美国联邦的最高法院同意，也过加氮气灌入去，造成欠缺氧气死亡的死刑方式，过去无经过测试，有可能为受刑人带来真大痛苦，所以讲引来真侪批评。There would be a lot of safety concerns because it's something new, something we haven't done before. So there would be making sure that you had the right pressure. So there would be months and months of research and talking to experts in their fields. 伫史密斯行刑进前，联合国呼吁美国停止计划，避免造成酷刑，今年违反国际人权法。尽全美只有3个州批准氮气的死刑，英国除了阿拉巴马州，其他2个州拢无实际来执行过。国际新闻牛眼编译。法国是欧盟上界大农业国，受到俄乌战争影响，提出这生产成本增加，加上马克宏政府的政策跳票，一直起电钱，包括在取消这燃料补贴，引起农民不满。已经是连续几个礼拜，甲这铁牛仔驶去巴黎封路抗议咯。农民是强调讲，若是这政府无提出农改方案，就用铁牛仔封锁巴黎重要的车路。交通尖峰时段，法国农民的农用车车队塞伫公路两边，一卡车无路用蔬菜、茶箱，抑个无路用轮胎，全部倒伫闹热的火车站前。
也有农民甚至搬出水表来抗议，表示无想要辜负水费来压农作物。法国农民真生气，最近几礼拜持续发动激烈的抗争，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指控政府对农民的税制相当，境外进口的进口农产品压缩协力，要求政府对自由贸易政府采取紧急行动。这还是法国历史上上少年总理34岁阿塔尔上任了后面临的重大挑战。Le prix du blé, il a été divisé quasiment par deux en 1 an et demi, alors que les charges sont restées très élevées à la suite de la guerre en Ukraine et de l'inflation qui s'est produite juste derrière. Donc on a un effet ciseau sur les prix, des charges qui restent élevées et des prix de vente qui sont bas. Je ne vous fais pas de dessin sur les comptes d'exploitation de nos fermes. 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马克宏政府捌伫同年9月保证2023年全年电价起伏会限制伫15%，尾也毋若真侪改调悬电价，甚至悬到31%。伫未来几年，电价也有可能搁起。对一寡农民来讲，会出来抗议，是因为政府决定要伫2030年逐步取消柴油的税收减免。Moi, à l'heure actuelle, je consomme entre 15 et 20 000 euros de gasoil. Et si cette taxe passe donc jusqu'en 2030, ça me coûterait 3 à 4 000 euros de plus. 欧洲议会选举今年要举行，欧洲真侪农民轮流上场，波兰农民24月发动抗议，封锁160条公路，同款抗议为乌克兰点国无受管制的农产品进口，并要求修改共同农业政策。法国是欧盟上大的农业国，根据真侪份民调显示，94%的受访法国民众赞成应该禁止进口无遵守法国规范的外国农产品，让法国本地农民有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批法国农民的农用车队已经挖进首都巴黎，高放掉若是政府无回应改革诉求，要包围巴黎重要的道路，甚至会一直抗争到2月的农业展。公司新闻新乐部编译。第56届日本小姐冠军是一个26岁马祖，不过伊的爸阿母呢，拢是乌克兰人，细汉是搬去日本住，到顶年才摕到日本的国籍。就人伫咧质疑讲，这比赛结果无法度展现日本精神。身在三国县，五官正深，皮肤正白，现任日本小姐伫这礼拜选赛，不过伊的外形毋是典型的东亚的女性的面。原来26岁追嘅卡洛琳娜，老爸老母拢是乌克兰人，虽然外表甲别人无同，不过是真真正正有日本国籍的日本公民。やっぱり人種の壁というものもあり、日本人として生きてはいますが。なかなか受け入れてもらえないことも多くあった中で、今回本当に日本人として認められたという気持ちで感謝の気持ちでいっぱいです。日本话讲甲正溜，即马伫咧做马道的卡洛琳娜，自细汉就得到再婚的妈妈搬到日本的名古屋，一直到即马，但是一直到2022年才摕到日本的国籍。伫这边比赛，伊互评审选做上会当代表日本之美的参赛者，不过甲别人无同的种族甲外形，却引起质疑，认为伊无法度展现日本的精神。日本の心というものは見た目ではなくて中身の部分に宿ると私は思っているので、本当の意味での日本の心を伝え続けながら。人を見た目で判断しない、人の心を尊重する社会を作っていきたいです。其实卡洛琳娜伊拄到的问题是真侪伫咧日本的外籍人士，或者是有外国人血统的人的心声。就像是2016年被选做日本环球小姐的吉川普利安卡，就因为有印度的血统而受到批评。不过，伫咧少子化、高龄化问题愈来愈严重，日本伫这几年开始放任移民的政策，将更加侪外国人伫咧日本食头路，甚至规划做日本的国籍。不过，甲其他国家比起来，日本的社会是较保守，要叫民众接纳新移民，也要一段时间调整。公司新闻牛眼编辑。立法院伫咧2月初1会选出新的正副院长，三党目前无过半，国民党推出韩江配，民进党可能会推出尤昌配。
民众党呢是有80个立委变作是关键少数。党主席郭文田今日表示，会邀请拿力两党的正副院长候选人和民众党团沟通，也下令讲，这投票就要配合党的运作，走票者就会开除党籍。立法院院长之间，国民党推出韩江配，民进党团出派出尤昌配。民众党有80个立委席次扮演关键少数。不过听讲立委可能分裂投票，民众党主席郭文铁亲身来督军，二道出席民众党党团会议。对着国民党甲民进党就国会改革的态度讨论，听出立委大家意见。对着是不是坚持投票团进团出，郭文铁下达违反的人开除党籍。这种重大投票没有团进团出，抓到一次就开除党籍啊！你的立委资格就没有了。最好是下礼拜一啊，越早越好，至少大家有时间去思考嘛。郭文铁讲会邀请国民党甲民进党两党正副院长候选人来民众党团来沟通也座谈。对此，韩国瑜对面社做出回应，讲愿意提出相大诚意拜访在野伙伴，寻求团结合作契机。江启臣是讲愿意甲副院长一起让予民众党提名人选。不过韩国瑜若是无选调院长，伊就会提出选举，甲韩国瑜共进退。因为要人家的票嘛，哈，这个选民最大，哈，他有票，所以这个。要跟他拉票就只在第一点吧，只要投游锡堃，那就是绿白合，他就是民众党就是加入执政联盟。也来争取院长连任的游锡堃上节目专访，强调未拒绝任何适地的票，即要党团推举伊参选，愿意去民众党团拜票。不过被问到若是无连任，是不是事实？刚好少年人游锡堃不颁主持人的提问，讲卖甲此外信息一直传出去，现场气氛无啥好。我有信心会当选。那这是你的官方回答，那不是我的问题，叫以讹传讹。不是我辞的，就是王一川，你故意把它连接在一起。游锡堃讲，议长提落来做国会议员是通例，对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关心国会事务。游锡堃是讲，赖清德也是讲国会自主，交由郭建明处理立法院长的选举。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当选人赖清德进行全台湾的社票之旅，也去到家己参加感恩便当会，强调台湾22个县市拢爱发展，也答应讲会促成台积电来到家己县。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下晡出席台北社票大会，强调现有的责任就是做好新北市政。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点出，目前上界重的课题就是团结在野力量。大家看总统好，总统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萧美琴加支持者握手致意，面的充满笑容。赖清德展开全台社票之旅，二日出席家己感恩便当会。赖清德致辞时阵讲，较早政府重北轻南，30年风水轮流转，即马22县市爱平均发展，也承诺会大力促成台积电设伫家己县。家己县长洪章良讲，赖清德选调代表国防政策甲无人机的发展，未受政党轮替产生变数，无人机的业者会当放心继续向前冲。台积电本来是有确定无？未宣布啦，未宣布，袂使讲啦，袂使讲。但是我会大力促成啦，好无？边仔的家己市赖清德讲，未因为市长是国民党籍就跳过，未来未分党派专业支持建设计划。赖清德也等于到台南参香祈福，受到热烈的欢迎，感谢台南乡亲的支持。但是糟糕的进度传出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互人点名是国会人选。林佳龙讲，两个人就新政局讲话意见，不过无讲到人事安排。所以我相信人事的安排。新当选的总统一定会依照宪法来组成一个最好的执政团队。新北市长侯友宜、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下晡到台北社票大会，侯友宜感谢民众支持，讲到总统败选可无好是学生的问题，即摆的责任就是做好新北市政。选举那页翻过去了哈，心情爱整理好啊，心情爱整理好哈。那问你好不好？你即摆咱讲好哦。过年搞讲无好，就惨嘛嘞。那问你好不好？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在野的力量团结在一起，这是很可惜的。这是我们未来最重要的课题。针对国民党改革部分，侯友宜认为爱新陈代谢，逐步交予少年人。朱立伦是讲，在野的力量团结，这是上重要的课题。愈来愈少年也是目标，因为无改革就无法度生存。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最近接利用空飘气球扰乱台湾，国防部2日搁再查到4粒空飘气球，其中1粒上挖进台湾是出现伫咧台中西北方51海里。国军表示讲，随时拢有伫咧监控。中国国防部确实唔承认讲这气球和因军方是有关系。这台海局势伫咧大选过后，敢是变搁较紧张咧。美国国防部是强调遵守关系法，那北京国安顾问苏利文呢，也会伫咧泰国和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会面，才有可能会讲到台湾议题。中国最近真正使用机轨侵扰台湾，国防部2日公布查到4粒空飘机轨关岛大约是15000尺到18000尺，其中1粒空飘机轨离台中西北方51海里。另外有2只中共军机入去西南空域，中共军舰4只继续伫台海周边活动，国军拢严格来监控处理。进前美军印太司令警示，台湾大选了后，中国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施压。美国国防部重申会遵守台湾关系法。Same day that Admiral Aquilino said this, there were several centerline crossings by PRC jets.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in fact, as I mentioned just yesterday, we completed a Taiwan Strait transit. 国防部也解释，台湾面临威胁的样态一直变化，中共以临时前伴随军事动作影响台湾。所以国军必须一直精进公布方式，避免受到敌人的影响。不过，中国国防部2日伫记者会上否认这空飘机轨甲中国军方有关系。不过也证实，东部战区最近伫台海周边的海空进行例行性的海空兵力联合战备警巡。祖国统一，台湾当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以行动说话，始终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钢铁长城。大选了后，台海局势真受到注意。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要伫2到6日访问泰国，期间也甲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会面。这是2个人对去年3月旧金山拜习会以来头一摆拄面，会谈议题真受到注意。有加讲到台湾问题，也有参详红海局势。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台湾人介意去日本旅游，日本政府要伫2月派入境检察官的进驻这桃园机场，到时阵飞北海道东北区这10个特定机场的旅客会当优先通关，提早做入境审查，飞到日本就会当使用快速通关咯。去日本旅游更较方便咯。2月日本政府会派入境检察官进驻桃园机场，对飞去北海道甲东北地区等10个特定机场的旅客，优先通关入境审查。到所在，搁一摆确认身份，等起来了后，就用快速通关，至少用上半点钟的时间。到时阵会吸引更较侪旅客去日本佚佗。我觉得这样很方便，然后节省很多时间，因为而且我们又带小孩，然后希望手续可以简便一些，很方便啊。这样子下来的话就蛮方便的。如果这样，应该大家会更想要去日本吧？很方便啊。怎么说？就省去在那边等待的时间啊。因应春节连续假期所份高峰，但这合作机场优先通关入境确认，时间会1月7日到19。桃园机场公司表示，2005年到2009年都把合作过，伫去年重新启用，得到台湾旅客热烈欢迎，今年扩大办理。除了延长时间1个月之外，同时呢也增加了航班，包含了华航、星宇跟台湾虎航，总共12个航班参与。台湾的旅客的人数跟消费力呢，都是日本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旅游的客源地。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统计，去年台湾去日本的民众有410.2万人次，敢若排伫个南韩的后边。不过台湾旅客今年的消费金额有7786亿一票，差不多台票1693亿，是全球游客第一。目前用这10个机场作为试办的对象，为期1个月。若成效正好，未来无排除延长期限，佮扩大适用机场的名单，让台湾旅客去日本更较方便。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头一只电子产品经测验是由美国非营利组织捐予台湾的。今仔日头一届对外公开，对去年8月来台湾了后，已经投入3件重大刑案的搜索，伫犯罪现场倒找所谓证据。未来咱台湾敢会家己来备份的，警方表示目前无相关的规划。警方强烈压制，互人靠调的查某人坐伫涂骹边啊，警犬出动，一直骗东骗西找证据。有反应。你把平板拿出来。
犯罪现场所在查到病房电脑，国内有头一只电子产品侦测器，一只拉布拉多 Wafer 专门侦测数位证据，而拉伫台湾头一届公开。We cannot detect the odor that is emitting from everybody here has a cell phone. Everybody, so this odor is everywhere. So we need this dog to focus to smell this very faint odor. So yeah, we will withhold food, and they want that food so bad that they can focus their scent to detect this. Wafer 去年8月早入来咱台湾，由美国非营利组织捐赠。半年外以来，已经投入3间重大刑案的所在。工作前袂使食物件，保持鼻仔较会进来。透过片化学毒料、3苯基氧化磷，伫犯罪现场找出有创关键的3C证据。如果说真的有需要的话，请他们再做第2次的捐赠。他比较有这个先进的这个想法，他们的培训也比较有经验。过去的台湾的这些训练呢，没有针对这一个的部分在做训练。2岁的 Wafer 敢若听英语指令，至少有当工作5年，上久到8年。不过，这种的警犬亚洲真少，除了伫台湾以外，敢若泰国、马来西亚，甚至会当自主培训。警方表示，若做有这类警犬的需求，会甲美方接洽，争取后一波捐赠。记者综合报道。咱要买厝卖厝是大代志，不过找资料却是真开时间。这是台北市政府呢首创建物设计履历，甲台北市要到26万笔的这个房地买卖设计登录资讯，整合出超过4万栋的建物设计履历，而且是以栋做单位。这资料有包含着这个房价统计啦、设计案件等等这资讯，希望让这个房地产市场更加透明，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找厝差价看了有啥，阁会开足侪时间。点入去网页台北地政找房价平台，台北市政府计划推出建物设计履历，甲台北市要26万笔的房地买卖设计登录的资讯，整合出超过4万栋的建物设计履历。民众用砖头啊、伫地图触及就会当查。真的有心要买房，这是个大投资嘛，你当然要花时间，有更多的资讯 available 是好事啊。这样会比较透明，然后也比较清楚。那如果都可以网络上就查得到，确实是会比较便利一点啦。对，资料也比较公开。房仲业者嘛认为讲，不动产的交易定定是民众伫一世人上大的一条交易，但是因为交易的经验较少，加上比起来勘涉的资讯较复杂，真侪时阵纠纷就因为安尼出现啦。政府公部门的单位愿意提供一个相对比较完整、迅速、正确的平台，让民众来去做查询，其实是对于交易安全有很大的帮助。较早设计登录的网站，爱一条一条去查物件。台北地政找房价是用栋做单位来归纳建物，整合包括厝价统计、设计案例、施工地的设施、基本资料等等4大资讯都会当掌握。可能各家房仲业者都有自己的资讯，但是我台北市呢，就是全部在台北市整体的不动产实价登录的交易的资讯都会在我这个平台当中。那我们对外揭示的部分会更有公信力，更具正确性，帮助民众会当更加有效率来找到需要的交易资讯，希望会当让房市更加透明，嘛降低不动产业者和民众因为资讯无对等造成的交易风险，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消基会今日公布2023南部10大消费新闻的排名，前3名拢和食有关系，包含美食大卖场冷冻3种鱼验出病毒，还有欠能危机，甚至是美国迪拜流向基地。另外影响到民众消费权益，亲像诈骗，还有演唱会牛票等等基地也拢排有名。去年4月，美食大卖场有3种唔过的产品，互验出有 A 怪病毒，超过4万名的消费者受影响。这条新闻嘛，加做消基会2023年南部10大消费新闻的第1名。第10大消基会是公布排名的统计，头3名拢是甲食有关系，包括欠能的危机，佮有美的老乡，是大家去年上关心的议题。今年的这个方向重点是放在我们民生经济上面，所以前3名都是跟我们的食品有关的。那其中在后面也有这个我们高雄一个知名的冰店它所贩售的八宝冰有不舒服的情况。2023年消费新闻甲往过比较，疫情相关议题已经拢无啊，大部分拢是民生的新闻，而且佫增加诈骗、餐厅倒去、牛票等等的事件，显示食安问题是大家上关心。民众嘛表示，除了民生诈骗议题，这几档是愈来愈多，加
检都会注意这款新闻。欠技能是，我是感觉讲无讲欠技能啦，毋过菜市仔的技能是有较贵啊。是以民生必须，然后医疗有没有？还有诈骗这个也会，可是像这些不大会。像这个，因为好市多的东西，不见得说小家庭人数少，不见得会去消费。消基会南区分事务所表示，逐档拢会针对国内重大消费的新闻，由专家学者甲律师选出前10名，毋望民众回顾过去的新闻基地有警戒效果。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旧历的12月16就是买鸡，伫咧北部是照惯例就爱食挂包，希望把这菜运包起来。不过大家敢知影讲为虾米爱食挂包？这挂包的华语、台语是要安怎写呢？请专家甲咱大家讲。香港的挂包内底有盐水、咸菜、土豆腐以及上重要的卤肉，看起来有够好食。头家讲，第一买鸡这天挂包的生意比平常时好几哪倍。600-700个了。哦，平常就是大概就是70-80个而已。就尾牙到了嘛，就是想说吃个挂包应景一下。对，而且很好吃啊。旧历12月16是买鸡，真侪人拢会第一天买挂包来食。为什么要食挂包？民俗专家讲，挂包食了会有福气。伫买鸡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物仔就是咱的挂包，嘛有人讲是即个莲花包，啊，有人讲是即个福家猪。那福家猪有一个说法就是讲，甲福家掉的，嘛就是讲福家猪内底所包的即个内容是咱的即个三层肉落去控的卤肉，也佮有咱的福菜还是咸菜的部分，甚至于讲会佮加即个香菜，啊，佮有即个花生粉的部分。那伊就是代表一个饱满以及包容的一个概念。不过挂包挂这个字，华语应该安怎念？正确的台语又该安怎写？台语老师来解释，互大家听。迄字呢，拢写做一字拍斜啊，搁一字倒字边。迄字呢是华语爱读做意，但是咱台语呢，拢念做挂包。挂包的台文汉字爱写做吼挂包。啊，这个挂呢，就是咱挂回挂，咱台语呢爱写做这个挂。挂包唔但好食，又搁会当代表好记调。大家拢希望在新的一年讨到好彩头。挂包的正确读法，大家拢会晓啊吗？记者刘君和新潮报道。除了食正肠以外，真侪人爱食四修啊蛋散。这摆台湾灯会也业者推出四修啊礼盒，这是互人票选伫网络上界穿的伴手礼盒无。业者讲，因主要是以四修啊意涵来开发礼盒，说意外引起讨论。讲到这四修啊到底是安怎解号这款叫做四修啊这个称呼呢？咱来听专家安怎讲。桌顶无论是碰饼、煎饼，拢是古早四修啊。这是咱业者配合今年台湾灯会定选活动，以传统糕仔饼开发出四修啊礼盒。除了有传统的碰饼，佮结合创意加入事件造型来做糖饼，这嘛互票选是网络人气旺的伴手礼盒。阮台南讲的，3粒碰饼，开下一只麻油鸡，这是较传统的物件。啊，煎饼是。阮遮的讲法是食煎饼生钱仔囝，啊就好，甲这有好的寓意的物件吼，那个集合伫这礼盒。听你讲四修啊，这到底是安怎来的？业者讲，因为糕仔饼做好，顶头会当4种成熟，好把西墙的多样。因为有4种成熟，就要临时的台语就方号做四修啊。不过台语老师讲，顶个真恶苛刻，有济无同的讲法。较早古汉字内底实修、素习、真修。就是讲咧，素食拢有喙食物啊，搁来另外一款咧，就是讲即个饼盒啊，通常都要有4格啊，当放4样喙食物啊，啊，所以嘛叫做四修啊。饼店头家讲，因为是大人定会买糕仔饼做四修啊来淡散，时代改变，较少人咧买，特殊传统的龟仔布已经较少咧用啊。店家因为着啥人来练捌古早的四修啊，甲饼做成美笑的图形，甚至为糕仔搁掺吉祥机伫顶头。改变讲啊，咱这个寿日糕，吼，也是咱这个招财进宝，嘿，也是咱这福禄寿这种的糕饼来代表。
四小是一个统称，台语老师表示，只要毋是正长的，其实拢会使包括伫咧四小内底。这摆灯会有业者提这做创意，把互台湾灯会伴手礼加一寡话题甲趣味。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嘉义闽乡的新南社区烦恼老大人的健康，专工举办运动教学课程，希望老大人天气冷，美伫厝内时阵加减运动，互身体健康更较受落。老大人坐伫椅仔顶面，配合老师的指导来做运动。老师讲，这阵仔的天气常常变了真寒，对老大人的健康较会造成问题。教因坐伫椅仔顶面的运动，唔然互身体加减运动，一个人伫厝内做嘛安全。老人拢会使坐咧椅仔运动，其实这种运动伫厝里家己拢会使做伙伫厝家己运动安尼。最近安尼身体较寒咧，对咱的身体安尼较勇行嘛，较小起来咧，对身体拢较好安尼。咱运动咧温暖迄落啊。伫嘉义县闽乡道桥工业区边仔新南村，是闽乡乡少数无长照据点的社区。新就任的村长讲，为着要来照顾社区的老大人，配合乡公所来办活动，希望鼓励老大人会当行出门，豆豆增加参与社区活动的意愿。更加活络就对啦。当然对这个长辈时代，大家拢相拄会到，相看会到，这当然是对咱新南村在地安尼真有帮助。咱别地嘛是拢有啊，别村头嘛是拢有啊，所以咱这嘛是办一个活动咧，唔则大家有机会来聚在一起，嘛人较济较热闹。乡公所表示，老大人袂看你天气变化，所以透过课程来教老大人运动。第二日温度变化正大的天气当中，嘛会当保养家己的健康。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国立台湾图书馆和正大的林秀铁教授合作，用1年时间，把日本时代家人的乡土教材，重新用台文、华文翻译做一本新册《咱家人》。教授表示讲，这本乡土教材会当讲是日本时代记录台湾上完整的册，对乡土教育来讲有真重要意涵。现过册通看到家人讲伫日本时代的相片，这个相片是为1934年日本时代家人商业顺昌小学校出版的乡土读本，我甲家人扫描出来的。这本册是日本政府为了推动乡土教育出版的学校教材。国立台湾图书馆甲正大名誉教授林秀铁合作，为日本翻译成做《咱家人》这本新册。在昭和那个年代，乡土教育真发达，过来就开始没落，因为国民党追求的是中国意识，所以本土民也是压制。1990开始民主化了以后，本土的意识佫开始压起来。自迄个时阵开始，才有法度甲昭和时代迄点做伙。林秀铁讲，这本乡土教材会使讲是记录台湾上界完整的册。伫咱家人当中，除了有日本时代乡土教材的原件扫描图，也翻译做台语甲华语，互读者通以3种语言对照来读。对本土精神来讲，应该翻做台语，所以这本册来用台语佫颠翻一摆，变作是3种语言对照去出版的。它代表的是台湾对外的门户，包括西班牙、包括荷兰、包括日治时代、包括清朝等等这些，它也是一个交流的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地。国立台湾图书馆表示，这本册为2023年开始，经过1年左右的时间才完成出版。望咱家人这本册，通对台湾历史的研究、本土语言的推广有正面的影响。记者郭文成、准由新北报道。伫秘鲁正出名的景点马丘比丘拜市发生规乡镇的居民拢出来抗议的情形。当地居民是不满文化部甲印加城堡的门票交互私人公司去卖，居民就甲这点仔关起来，封锁旅游列车的铁记录，致使游客就要落车用行的。居民是认为讲，这马丘比丘遗址是文化遗产，袂当限定啥人才会当使用。文化部是强调，门票交互企业来卖，是为着要管控游客人数。居民摕抗议布条去挡载运旅客的列车，逼列车北固，列车无法度对头前行，民众只好落车用行去遗址区。兴处处去秘鲁有名景点马丘比丘的旅客，办事是拄着真罕的看的场景。当地居民因为不满文化部推出新的票务系统，甲这间印加遗址的门票交予一间私人的企业去卖，如果因做伙去铁记录来砸车，商店的生意嘛歹做啊。Nosotros estamos en contra de la privatización sistemática que está habiendo en Machu Picchu.
Hace muchos años se ha querido privatizar Machu Picchu, la gestión en general, la parte administrativa, todo lo que corresponde a Machu Picchu. 军众封锁交通，含警方极力在对峙，场面是真紧张。抗议人士强调讲，马丘比丘遗址是文化遗产，无应该用私有化，而且过去拢是村民直接向游客来卖门票，即马交互私人企业会影响到因无法度趁钱生活。Tenemos que asegurar dos cosas: un absoluto control de todas las personas que diariamente ingresan a nuestra yacta Machu Picchu, porque esto es importante, porque hay un tema de carga, de peso. Y si no controlamos eso, vamos a tener consecuencias. 文化部强调讲，会用新的票务系统，是为了要控管人流，明确掌握资金的流向。不过，当地团体控诉讲，卖门票的企业，当年因为安尼会当得到320万美金的区别奖。旅游业在秘鲁的经济是占真重要的地位。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当年拢有几百万的游客来造访秘鲁。疫情的期间虽然较无人来，但是目前马丘比丘的游客已经有愈来愈多的趋势。公司新闻7万2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2度到16度，苗栗到云林对11度到21度，嘉义到屏东对11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3度到2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9度到18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在这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